爱注意，人咧讲无紧无忌食百里，红豆饼、车轮饼敢会当摕来拜拜？多民众进前来到庙里拜观音菩萨，因为拜红豆饼引起到看到的人伫咧边啊讲543，讲伊挡袂牢，阵啊铺文伫咧晒。伊嘛讲到拜拜，敢毋是心意上界重要？谁怎袂带放这拜红豆饼？民俗专家就讲到红豆饼应该是会当摕来拜拜，因为红豆饼的形较适合囡仔食，用来拜三太子上适合。 民众举手拜拜，到顶金纸奖品拜甲满，真侪人拢会去庙的求财、求姻缘、求平安。毋过奖品800款，要安怎传、安怎拜嘛是有学问的。有民众进前去拜拜，买家己上爱食的红豆饼去拜，想讲拜完就会当摕来食，想袂到煞互边仔的人叽嘟嘟，互伊挡袂牢铺文咧甩，引起讨论。有网友讲，有看过有人摕素食店的钱过来拜的，嘛有人拜包啊馒头，毋过嘛有网友提起讲，寺庙是拜素的，啊姜的是看日子来决定的，拢有禁忌。红豆饼也行啦，只要可以吃，诚心最重要啦。你都可以啊，素的都可以啊。民众感觉拜什么拢会用的，诚意上重要。毋过民俗专家讲，其实奖品的外形是有美感的。红豆饼啊，是什么神都可以拜的，只是说造型的问题。像说观世音菩萨，他的神比较高、比较大，花爹圆圆的那个，好像是小孩子在吃的，拜这个可能对他比较有 不敬的感觉。民俗专家讲，普通来讲，红豆饼其实甲寿桃差不多，拢是面皮包红豆啊，其实拢会当摕来拜。毋过红豆饼的外形较像是互囡仔食的，摕来拜三太子当主家的神会较适合。啊，寿桃是用来祝寿的，就无啥物禁忌啊。另外，若是拄到新兵的生日，奖品嘛真特别，像讲济公可能就会拜酒，济天大神会当拜金蕉，啊，土地公爱食甜，拜红豆饼嘛无问题。另外，民俗专家嘛讲，其实毋管拜啥，心意。这是上重要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